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哇，大家平安，平安。哇，看见大家真好，在你们身上就好像看见神创造那个荣美的样式。我们一起起立，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大家用喜乐的心，大家用来到神面前那样子被他触摸的心，我们来向神来敬拜。我看见神的爱，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海洋。我看见神的爱，在怜悯的心肠。我看见神的爱，在你我的脸上。我看见神的爱，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海洋。我看见神的爱，在怜悯的心肠。我看见神的爱，在你我的脸上。在每个微笑，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能看见神的爱。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看见神的爱。我们有看见神的爱在每个人的身上，对不对？我们现在找5个弟兄姐妹，你去跟他问候平安礼，说在你身上我看见神的爱，在你身上我看见神的爱。好，你们可以下去没关系。好，在你身上我看见神的爱，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很好。用喜乐的心来赞美神，用开心，从你的脸上我就可以看见我们依靠神的样式。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海洋。我看见神的爱，在怜悯的心肠。我看见神的爱，在你我的脸上。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能看见神的爱。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看见神。我们来带一点动作好不好？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预备起。我看见神的爱，眼睛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海洋。好，大家做得很棒。我看见神的爱，抱一个小宝宝，你会看得到怜悯的心肠。我看见神的爱，跟你隔壁的你我的脸上。多几块，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海洋。我看见神的爱，在怜悯的心肠。我看见神的爱，在你跟我，在你我的脸上。在每个微笑，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能看见神的爱。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看见神的爱。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能看见神的爱。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看见神的爱。
谢神，因为他，我们能够看见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谢谢大家，请坐。神要给我们的是那丰盛的人生，那依靠他的人生。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面前来。我们不要得着安慰，不要得着帮助。若是你有劳苦重担，可以交托给耶稣。若是你这灰心忧伤，切莫绝望，投靠耶稣，就有希望，在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我们用信心来说，若是你有劳苦重担，可以交托给耶稣。若是你这灰心忧伤，切莫绝望，投靠耶稣，就有希望，在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我们一起举手来宣告。在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人生旅途中，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听我的提杯，劳苦担的人，我靠你，你就要互因得到透放；忧伤绝望的，你要互因希望。去掉你的，就有丰盛的人生。愿我拢会当去掉你，我靠你来过得胜的生活。我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每一个徛大家顶吼，也是足紧张的。好，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文吼，约伯记第6章第8节到13节，咱做来念。这咱用歹势用台语念吼。我所得到、所求的，我所意爱的，愿上帝互我，愿上帝甲我戴喙，下手伫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安尼我就得到安慰，伫极大的痛苦中，也会欢喜跳跳，因为我无违背至圣的上帝的话。我有啥物快乐，互我还在仰望；有啥物目的，互我还在吞忍。我的快乐敢有石头遐尼坚定？我的身躯怎是通做的？我所有资源拢用尽，还有啥物快乐通帮助家己？小喘一下吼。差不多每一个牧师拢会强调祈祷的重要性。咱今仔日的分享吼，是上帝为什么无要听我所求的来听我的祈祷啦吼？
上帝为什么无要听我的祈祷？足侪牧师拢强调祈祷的重要性，伫特会时也时常借着治病祈祷来强调特会的内面圣灵的工作。属灵的精进的口号，伫台湾的教会常常强调，但是有一位牧师伊安尼讲，伊伫祈祷的方面开足侪时间，但是现在伊回想起来伊向上帝祈祷的动机却是要出头天。出头天甲私人毋私定，是一般社会的价值观。但是伊将这来带入教会，当然这款的目的并不是无好啦毋过咱基督教的价值观是用上帝做中心，毋是用家己来做中心。几年以后，伊才发现，原来伊伫咧拜的是伊家己塑造出来的假神，莫怪伊叫天天袂应，叫地地袂灵。伊祈祷会当连续7点钟，佮大声细声发到伊忝，有时佫会流目屎，有时祈祷甲心脏就要跳出来呢。伊祈祷姿势拢无共，有当时坐咧，有当时徛咧，有当时跪咧，有当时趴咧。无论什么时阵伊拢时常咧祈祷。伫每一天的透早、天还袂光的时，还是尾暗伫教会、伫山顶、伫车内祈祷、佮祈祷。直到伊家己感觉有够伊的会友嘛，受伊的感染祈祷那像机关枪安尼，我讲袂停，而且拳头要定难，有时咧拍空气，有时咧堆涂骹，祈祷到感觉有透放安尼感觉安尼为止。这是一个牧师会叫，莫黑白讲我毋是咧批评讲安尼毋好啦只是讲祈祷的目的。记地牧师有讲过，地正牧师有讲过你若是为家己祈祷、为家己求，安尼就看上帝要甲你应允无。要毋过你若是去替别人求，大部分拢会得到应允。这就像一个故事，天堂甲地狱个故事，同款澎湃的菜。因为猪伤长，伫天堂会食甲真欢喜，因为因拢硬互对方食，硬互别人食。倒伫地狱个，因拢面悠悠，因为因拢要硬互家己食，也毋过猪伤长，无法度食袂着。祈祷毋是用意志去影响上帝，是互上帝来改变祈祷的人。咱期待家己的祈祷会当得到应允，得到实现。但是咱发觉大部分拢像即个牧师安尼感觉共款，得到感觉失望。有一个信徒问牧师讲：什么款的祈祷上困难？牧师回应：真水气的话语，真好听的话术，来向上帝来祈祷。甚至咱嘛会当像即个牧师安尼流目屎大声喊，但是当你家己一个的时阵，咱一点仔拢无法当比，咱必须要家己面对上帝，甲上帝讲话。迄个时阵，咱的祈祷就会马上反映出咱内心的问题。当你家己一个咧祈祷的时，是毋是会当真正用心灵甲诚实来面对上帝，还是永远带着面具，将家己暗藏起来？如果你永远将家己暗藏起来，无诚实来面对上帝，甲有真实的关系，上帝为什么要听你的祈祷？因为祈祷毋是功课嘛，毋是责任，乃是稳定甲官平。特别讲，为什么无照我的所求赐予我？这句话有一点仔熟悉啦伫台湾的民间信仰中，咱拢会当看到足侪信仰虔诚的人，每一过经过一间庙，就停落来，庙内底的神来跪拜，然后佮继续伊的行程。因安尼虔诚的跪拜是想要安怎？
要得到平安，要求财富，无毋对。伫台湾真侪人对宗教总是有一款毋知影的热情。伫庙内活动，还是办公室的改风水，还是人的改运，拢甲宗教有关系。但是这个甲宗教有关系的活动，还是风水，拢煞停伫利益甲功利的考虑上而已，并无去望到咱心内的问题。就安尼，咱真容易会伫利益甲功利的追求内面，咱容易来想为什么无照我所求的事互我？即款的疑问，啊无我拜神要创啊？敢毋是讲要求平安，要大趁钱？啊无我拜神要创啊？但是约伯并无停止伊的疑问，继续问上帝：上帝为什么毋听我的祈祷？这是约瑟的疑问，所以将伊带到上帝的面前，重新确认伊甲上帝的关系。约伯知影伊原伫上帝掌权的下面，所以伊讲：我一点救家己的气力拢无，我无求救的所在。面对着无照伊所求的赐予伊，无听伊祈祷的上帝，约伯知影家己无可能家己救家己，也无其他的所在会当帮衬，只有搁倒来到上帝的面前，重新甲上帝和好，约伯才会当搁徛起来。相对咱看约伯，伫台湾的社会也时常咧问，为什么毋听我的祈祷？特别是出现伫爱博缴的迄阵啊大家乐的时阵，当因所求的拢无得到因所期待的回应的时，因所拜的神就变做坐坐落难神吼，被断骹断手，黑白蛋。台湾人的心灵内面，迄份敬天畏天的情怀，渐渐物质化，将生命看作手中的一项商品。手中的一项工具而已。这身生命袂使，我就只要搁换一身就会使啦。伫台湾人甲神的中间关系中，咱常常看袂到内在深入的精神关系，只有利益的交换，甲互相的剥夺的关系。你毋听我的祈祷，我嘛毋插你，我搁来拜别的神就好啊。所以祈祷毋是甲上帝讲条件。来换咱要所爱的，咱是要经历着伊的同在，明白什么是咱真正需要的。约伯互咱看到的，虽然伊有咧想上帝为什么无照伊所求的赐予伊，为什么毋听伊的祈祷，但是伊完将家己放伫我甲上帝的关系中，想要了解上帝的旨意是啥物话，带着这疑问，一直咧敲找上帝的旨意。所以祈祷毋是对上帝要得到什么话来完成家己的心望，是要因为祈祷来转变家己的心，来符合上帝的心意，通过咱互上帝的旨意去行。咱的身心嘛拄着一苦难，但是伫苦难中，只是想要利用上帝来带咱脱离苦难，还是将苦难看作一种的转变。重新搁追求甲上帝好好的关系，重新建立咱的心灵。所以祈祷毋是叫上帝直接赐你能力，咱是上帝互咱机会培养能力。祈祷毋是叫上帝怎样解决问题，是求叫上帝看伊怎样解决，因为主权就是上帝。咱的祈祷毋是要出头天，毋是要表现咱的才华。祈祷只是搁一过回到上帝面前，享受甲上帝沟通时，迄个甘甜甲欢喜。如果咱只是用这款的心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为什么毋听咱的祈祷？咱拢会当勇敢来回应上帝的呼召，相信各位主耶稣基督伫咱的生命中，带咱安然行过生命中每一个坎坷甲难关。人生的意义是要甲永远的上帝同行。所讲的成功，毋是你伫外口
人甲你学乐、甲你称赞，迄款的成功，是要伫上帝面前徛会牢，但是这是何等困难，因为人有罪，人无在了徛伫上帝面前。当上帝阳光出现的时，拢会变做重量，互咱无在了徛在伫上帝面头前，对于咱的生命已经有重量。若无，咱就无法当伫义人的中间来徛在。咱做来祈祷，向人祈祷天父，伫人生的路途上，阮演真济角色，求你的灵保守。伫这个角色内面，消除甲你的关系。伫这个角色内面，阮愿意用你做中心，无论阮的灵性生活怎样，拢有当像约伯安尼来去掉你。我靠你，虽然有发出疑问怨言，求圣灵帮助阮，无离开你。阮知阮的祈祷你拢在听，愿阮的祈祷拢得到你应允，带阮安然行过生命中每一个坎坷甲难关。阮安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的祷告，求你来帮助我们的祈求。那这会对座位上站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在呼召我之处。主温柔的圣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主温柔的圣灵，你荣光照向我，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不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不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我们从头再来唱一次。温柔的圣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不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不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不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
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请坐，请坐。这是咱来为世界、为国家、为社会来祈祷。还有一个，咱来为以色列第3月18空袭加沙走廊的所在，至到几啊百个巴勒斯坦的人生命牺牲时，就成1个月来停火的协议已经破裂。恳求主人民，和这个所在的和平。久长的和平会当早日来降临这个所在。煞接，咱的国家行政院总预算因为总预算的问题引起大罢免，决议案阁无通过，造成中央施政政策无法当来运行。这个状况渐渐来出现，求主帮助。这个问题当紧紧得到解决，同时也恳求主和政府机构在这个困难的时期，永远有智慧和政策会当运行，降低对民众的影响。煞接中国加强透过足济管道对台湾来侵略，要互台湾的民众对民主的制度的信任。甲台湾的自我认同，会当变弱，恳求主看顾，互台湾人民会当认清这个真相，会当珍惜这个民主制度，互这个国家因为民主制度，互这个国家人民更加自由，互国家更加勇壮。咱为了这3项来做来祈祷。为我们的世界国家来祷告，为了以色列在3月10号空袭加沙的走廊各地，导致有许多的巴勒斯坦人丧生，就要造成越南的停火协议破裂，做出来帮助怜悯，让这个长久的和平可以早日降临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为了行政院的总预算案引发全台的大罢免，主啊，求你来帮助，在这当中，在我们的政府官员跟人民的协调。我这时特别为着这世界因为战争的问题造成侪死伤，特别阮为着以色列第3月18空袭迄个加沙走廊造成侪性命损失。阮知战争是残忍的，会互人离家散体，互侪囡仔袂当得到照顾，因为战争，互大家生活拢无法度通好正常。求主你互这个所在会当早日得到和平，互这个所在会当安定的生活，百姓拢安居乐业，赶紧来到。上次阮也为着阮政府行政院的总预算，因为在野党的决议无通过，至到政府的施政有一点仔困难，求主你帮助，或这个问题会当早来得到解决。上次互政府有伫这个困难时，永远有智慧，互这个政策会当顺序来运行，降低对百姓的影响。这个中国时常用飞机、战船来搅扰台湾，也用透过济管道来对台湾来侵略，要互台湾人民对民主制度信任，对台湾自我认同拢有产生影响。求主你帮助，互阮会当明白台湾是阮的国家，这个所在是阮安心立命的所在，互阮勇敢来面对强权的
恐吓互阮的军事跟军事计划拢会当有好的对外来政敌有好的抵抗。阮伫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所以咱来为教会来祈祷。为了亲民对事个人因的信仰的历程来代祷，互咱后一代当去学习基督的信心。第二，求圣神祝福甲咱教会60周年，全教会退休会互阮拢当领受上好的福分，甲上帝有好美好关系。也为着咱教会伫去到德国的总改革的旅游伫遐学习领受拢会当出入平安，求主来保守看顾。咱做来祈祷。主，我们为了请随时不离的信仰，我们在祷告，来帮助我们世世代代地来领受神你的赐福。主啊，让我们来效法那基督的信心。在60周年的全教会退休会当中，让我们可以来领受那上好的福分，跟神你有和谐美好的关系。主，谢谢你透过每一个动员，透过每一个活动，让我们与你有份，让我们与你有很好的关系。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为了现在在德国宗教改革之旅学习的这16位团员，来求你保守他们的出入平安，让他们有很好的领受。主啊，求你来看顾他们出入，还有饮食，以及他们的身体，还有天气，都有神你的看顾，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谢谢主，赞美你，谢谢神。主比听堂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照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享有永生的福分。阮伫3月30日主日，教会要来举办清明追思的礼拜，求圣灵亲身来保守带领，照着追思甲缅怀个人的当常时，会当来学习先人为咱的先人美好的信仰脚迹，会当来激励后代的常时，会当用坚定的信仰掠着上帝的应允甲祝福，或者后代会当伫生活中间用谦卑敬畏的心，仰望咱主的带领，活出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样式，建立基督化的家庭。陪上帝，我也要求你来祝福嘉南教会60周年的全教会退休会，2天1暝的行程拢会当平安顺遂。伫会中，伫活动的中间，我们祈求有主你的驾驶，甲你的祝福伫中间。每一个同工甲会友，拢会当照着参观旅行，会当有更较侪的领受甲看见。圣灵来感动每一位会友，会当真心来省察家己的信仰生命，时刻祈求上帝的同在。大家拢会当愿意将家己来摆上，人人拢会当成做传福音的器具，领受对上帝所赐来上好的福分。阮嘛要来为着牧师甲会友的德国宗教改革之旅献上祈祷，愿主保守看顾每一个团员出入平安，伫旅程的中间有学习、有感动、有成长，扩展了视野，灵命会当得到更新。伫服侍顶悬定心得力，带动嘉南教会复兴。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用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所以咱来为集体来祈祷吼，来为祈祷。咱总共有9个项目吼，咱3个吼，无记袂起来，我嘛记袂起来，因为我即马记忆介歹。咱3个吼，头一个真意外吼，咱为着闽河兄吼，伊蒙主文调，伫3月12蒙主文调，
定伫4月7暗时7点半要举行家庭安慰礼拜，教会吼，遮要举行安拜礼吼。4月3下昼1点要举行立念告别礼拜，3点要举行火化，求主看顾保守，或者一切拢会当顺遂上帝安慰灵，甲面三甲地地。后来为着吴先生吼，伊来台岛，伊目前已经转到普通病房啊吼，精神也恢复真好啊吼。但是又个有只骨头骹头吼，搁咧疼，求主继续看顾医治，互伊当早日恢复健康，搁属下稳定。伊的心上保守吴先生吼，心得平安，灵刚强壮大。第三，为着李月芳姊妹来台岛，伊顶礼拜吼有小可中风，住院检查治疗了后，目前已经出院。伫台北因查囝的家厝吼来收养，求主甲月芳姐同在看顾保守伊的身体，互伊当早日恢复健康。咱暂时只是拢为着这3项来祈祷。主啊，为着李月芳姐妹港口来到，主啊，伊即摆登记伫咧因查某囝的厝内底，求你来帮助伊有一个好的恢复，也我靠上帝伫咧伊的每一工的听体的中间来我靠你，为着任何兄弟因的个别性来求你来看顾，祝你亲心来安慰。我知影这个会好，是的，阮只是特别为着阮教会闽南兄，伊伫3月12日碰出的运调，伊后壁后事求你保守，互所有的后事拢会当一切顺遂，安慰的灵甲因三甲地地，互因得到安慰，互因拢会当顺遂，行过这个哀伤的日子。阮也为着建宏兄，伊已经目前身体有较好势，已经转到普通病房，求主你继续保守，伊的腰骨、伊只骨甲骹头搁咧疼痛，求主你互医治，互伊当早日恢复健康，搁使稳定，互伊保守伊心得到平安，灵得到光壮。为着你外姊妹。顶礼拜有中风，经过治疗已经出院，现在伫伊查某囝的厝内来休困，求主你甲伊同在，看顾保守，互伊当身体早日恢复健康。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所接咱第4个信主兄，伊目睭开刀治到忧郁症吼。求主保守看顾，互信主兄会当平安喜乐，圣灵甲伊同在，心灵拢会当得到永壮。搁有为着梅子姐吼，伊住伫温哥华，要倒来台湾的飞机中吼，感染着 COVID-19，因为无带伊治疗。所以引起肺炎，即摆有较好，但是还阁咧扫吼，求主保守看顾，互伊会当早日恢复健康。为着黄汉生弟兄吼，伫圣保罗被出院了后，伫厝内阁咧休养，毋过无法度徛在吼，无法度行来到教会吼，所以求主来保守吼，互伊当早日徛在。会当过来到教会，另外江春伟姊妹吼，因为要照顾伊小可失智的先生王文宏，心灵拢已经虽然吼，求主伊保守，求主保守伊灵敏吼，互伊有体力，有智慧来照顾伊的先生，是有偌好的帮助吼。得到好帮助，咱为着这3项来祈祷吼。所以我们为了陈清楚弟兄他的眼睛开刀跟他的忧郁症来祷告，主你是让我们能够依靠的神，主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相信你必要在他的当中来显出你的能力来。
咱这时特别为着信徒兄来祈祷，求主你以及开目睭的问题，开目睭问题开刀，治到忧郁症。求主你的灵甲伊三个对地，伊平安甲喜乐伫伊心中，互伊会当得到永壮的心灵。求主你去看顾伊，帮助伊，伫这个目睭开刀了后，会当早日恢复健康。我若为着美琪姐，还对美国要坐飞机转来，捌着 COVID-19， 求主你也医治伊，互伊会当早日恢复健康，砍扫的镜头会当早日好起来，得到你的医治。我若为着汉生兄，对圣保罗，出院了后，无在了行路，徛袂在，以及江春惠姊妹为了照顾伊失智的先生洪文宏，心灵拢衰烂，我求你保守看顾，互因拢会当得到帮助，得到你的医治，得到你的看顾、保守甲祝福，互因拢会当早日恢复健康。我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接咱来为着教会身体衰弱，有各种病痛、癌症开刀的，在治疗的当中的会友，当靠主加添力量，治疗有效果，有好的效果，改善因身体的状况，心灵得到安慰。伫7年中领受主的稳定甲盼望，耐心来听候。YG 小组的林荣贤弟兄甲苏冠珍姐妹，要伫3月2到拜六伫台北济南教会举行结婚礼拜。愿主祝福满满伫这对新人甲双方的家庭，也为福音小组林明德甲郑丽因人阿某是3月2是有产期。为你来平安顺利生产来代祷，咱为着这家来代祷吼。主啊，在软弱的时里的，让我们得着刚强。主啊，让我们得着力量。主你说，在你的当中，我们要得到应许。主我们为了荣贤的婚礼，还有利亚的生产来祷告。因为是被我这时特别为着我教会兄弟，较年老年长的兄弟。因为各种的身体衰烂、各种的病痛，以及感情的开刀，求主你保守，互因所治疗的拢有得到效果，会当改善因身躯的状况，心灵得到安慰。伫7年中领受你的稳定甲盼望，阮为着林荣贤甲苏冠珍姊妹，因要伫3月29来结婚礼拜，愿你祝福。互伫即对新人甲双方家庭，互因伫建立因家庭的中间，拢有上帝你甲伊三角地地，行人生的路上道路。我来为着福音小组林明德弟兄甲郑丽雅姐妹，因伫要伫3月2有产期，求主你互你会当平安顺遂来生产。互因得到一个健康的囡仔，互你也会当顺遂平安来生产，建立好美好家庭。我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我们相信义人的祈祷是大有果效的。阿门。阿门。那你被地球应问，那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要赐福于你，神赐福在我们的身上，赐福在代祷者勇士的身上。阿门。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
暖的天父，你要将换命的路指示阮，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在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愿天父怜悯阮，赐予阮，互你的面光照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地邦拢学了你，愿地邦拢学了你，愿万国快乐出欢喜的声，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的邦，在你地上的万国。上帝啊，愿地邦学了你，愿地邦拢学了你，因为你袂捌互你的慈爱离开阮，也求你无提示阮的祈祷，因为你听阮到极。愿阮今日来恳求，拢得到你的应允。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拍婆啊，将阳光归给上帝。好，那我们今天祷告会就到这边，请互相请安。